接下来我们要透过2首台语的歌曲，带大家回到马偕博士刚踏上台湾的那个时刻。每到秋冬，北台湾的山坡上会盛开一片雪白的尖芒花，随风摇曳，短暂的却令人屏息。刮芒灰就捕捉这样稍纵即逝的美丽，也提醒我们，马偕博士的生命虽然短暂，但他把每一天都活得很有意义，让福音的种子落在这片土地上，结出永恒的果子。当夕阳慢慢沉入淡水河口，水面映照出一片金黄，但最不显就用旋律能够描绘出这片静美的景色。对马偕博士来说，淡水不只是美丽的风景，更是他生命使命的起点。就在1872年3月9日，他从这里登陆，就开始了他一生跟台湾紧紧相连的故事，建立教会、医馆、学校，也把福音传到北台湾的各个角落。当我们今天一起吟唱这诗的时候，不只欣赏美丽的景色，更在追忆一位宣教师如何将生命与台湾联系。夕阳虽落下，却预告一个新的日子。福音的光也从这里延续，照亮每一代人的生命。